小海中人合成三合魔音急攻怪弩术，双方用最高度魔音激到3克6。手边就开拖人，这个时阵怪弩术假意搁要单断了钦山路，因三人趁机会再急攻。哎呦，我娘了喂！哎呦，我都无在手啦，敢若像丢嘴啊那。停！既分出胜败，不必再讲了。怪弩术。你可知情我庄家人为什么特别杀苏元文吗？你若知影，就饶你免死啊！我当然知影咯，但是我都未使公开啊，对，因为你庄家人的身世无爱互别人知影，所以呢，我虽然知，我嘛唔敢讲啊，对。15日后啦，你单独来吴东拿找我，我就会说出你为什么特别杀苏元文这个原因啦。但是安尼15天内啊，你爱保障我这个怪弩主性命安全无事哦。好啊，好聪明的怪弩主，疙瘩你才知。众人听着，向乌白两道宣布：15天内任何人不得伤害怪弩主，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好，拿过来了，过来拼！无的命令，来我，慢下我，好拿过来个。因为草莓啊，人家讲三人找我喷轻伊，因为若无用这部金神脱壳安尼鸟一个金山海等于庄家人目睭金金点也好啊，东龙破神之势，因为稳当叫公事的，赶紧等下吴东拿倒来传。计划15天后的代志了。苏元文用以玉小布三人进探昆仑岛，首先得要会见水老桥腰端。是啊，对才来。小布你都要小心哦。因为内面哦，咱行走卡咧足熟的啦。咱对后者吼，先来去会阮表兄，阮表兄伫遮做迄个水剑的教师了。有影无？你唔通操蛋呢？我无骗你啦，行啦，对才来。好，行。啥人？我啦。哦，小布，你为什么来遮？表兄，我甲你介绍，这个就是阮师分州大儒侠苏彦文咯。哈？哦，英雄不必惊慌，劣者所的英雄，你做人忠义慨然，一时失策误入糟窟啦。如今改邪归正，还未迟啊。我真早都有这个计划啦。你今日来上界拄，我自将这要破困龙岛的计划献予苏英雄，你做一个参考。多谢姚英雄啊，你再来。安怎大惊小怪呢？阮师傅来啊呢？什么多着恁师傅？分州大儒侠苏彦文啊！哦，别讲，那伊住咧云南分州路头遐尼远，爱来到这个山壁小关的所在。我无骗你啦，我嘛带伊去昆仑岛呢，去找阮表兄水拉牙腰端呢。阮表兄吼献计划图互因呢。哦，有影这款代志啊？嘿啦，我无骗你啦，伫遐啦。我看卖咧。玉圣人，这个人面如冠玉，可能是，赶紧迎接，若是咧，赶紧迎接吧。劣者苏彦文叩见玉老前辈，哇，不敢，大儒侠，烈人笔下素癖成灰了哈。小宝啊，安那，赶紧准备一寡海鲜，好请恁吃哈。多谢老前辈，不必劳烦咯。前辈，你文房事报召我下书通知蒋军英、蒋兄弟会集来遮大破困龙岛啊！安尼哦。什么文房事报啊，阿公啊？对啊，木板笔纸啦，赶紧准备，互恁师傅写批。我来准备。小宝用于爱带我送书啊。遵命。
派英雄九州豪杰接受到高头鸟高分之邀请，欲往助苏彦文来破困龙岛路。虽然也遥断按苏彦文约定的日子，来用外公得要大破困龙岛，遥断事先直往无底洞，得要救出太子路。教练官，恁来见暗？是，我拢毋捌看过太子，想要落这个无底洞甲看卖呢。哎呀，无底洞咧深40外重，啊，都爱坐这个吊篮伫咧落去啦。内面哦又湿又臭。哎呀，我看落去也无啥路用。哦，安尼吗？苏彦文领众义士在海边的所在等候遥断的会合，得要发动攻势。哇，会合起咯，会合起，进攻啊，进攻啊！苏彦文众义士气势如虹，将水贼拍得东倒西歪。时阵的当年电光线建大势机器，带603甲干上安吉摩，将秘密通道都走到太华山路。太天龙放火机切一棒武器，针对高头鸟高魂。苏彦文不见安天雄。剑气头壳规地，干神死在正气的剑下落。高头鸟高魂出现身手，流车赶过来多弯。流车多砍杀回手，战兵高高导航报名，行哦！恁众人行在眼前，才必须。我甲你介绍，这位就是温州大儒甲苏彦文兵部左侍郎太子萧叔啦。大家介绍几情啊？哦，微臣救驾来迟，望殿下开恩赦罪，萧叔何罪之有呢？众卿平身啊，平身啊！哦，多谢殿下千秋，多谢殿下千岁哦，多谢殿下千岁哦。众卿为国辛劳了，是请殿下回到岳家庄静养几天，然后。玉诺前辈以姚壮士、小宝、杨二等保护殿下回京比较安全呐。微臣以众义士再追捕翻查安基庙以及603吧。哈，果然如此。希望小叔小心为要，请殿下保重玉体，恭送殿下客厅。哦，是啦，请殿下对着来吧。困龙队行将听着哦，啥人若知影安基无603，都走到什么所在者，重赏500两银。哦，来咯！啊，我就是西街之头目，叫做左行啦。这干上甲603等于定光线，将这个密道安尼走到太华山去了。好，众义士、众兄弟在困龙岛拥精蓄锐，并计划大破太华山啦。高头鸟高魂地察心切，领左行海军繁荣李彪进探太华山。嘿，咱要去太华山抓干神的代志，唔免我严文知影哈。也唔过太华山牧羊老机关非常厉害呢，还佫有一座如意金光塔，令飘来飘去。咱都要十分注意哦。你惊死心？绝对唔是惊死了。你若唔是惊死，赶紧进入。啥物人若是让严文知影这件代志，我就无用阮哩。好，因为严文对你真好，咱要答不万一啦。对啊对啊对啊，我互通答配，在所不辞。好，看你追查，你尽忠到什么程度啦？行吧。好，进入。无影罗之上，
干身一家人，一个老乡行来行去，呀，左行过分打着反叛的机关，吴武雄干火独攻，叶武雄随土独烟，机关转动。两人已经成了牧羊老的冤魂咯。反贼害死同志，请进报仇。哈，我咧想想，卖你比较好哦。你爸，你惊死，你莫入去，阮三人进入。海坤啊，烦恼你比我爱注意啊。海坤烦恼你有三人也关苦在牧羊老咯。拢起来呀，拢起来呀，赶紧来等下报严文知啊！哈，因讲高头鸟死得可怜啊，范大哥将行中死得惨烈啊，大哥，牧羊老一定顺我我将。众兄弟看守营盘，让我独探太华山。也问啊，唔通去哦！太华山牧羊老的机关非常厉害呢。你一个人哦，机关危险啦！我看哦，来请阮捌机关的人，甲你同行较妥当呢。机关我略知一二，各位在此等我的消息吧。过时，也问啊，恁在遮等下，我对下边来看卖咧。也问啊。苏元文驾新担剑进探太华山牧羊楼，牧羊楼的第一站，左右二武雄，随土烟暗下弓，中央白色武座之枪，武座的五关之巧，并射出蓝索的臂弓箭。反叛之反咯，苏元文运弓这个臂弓不变。结果，连当着臂弓箭穿入体内，苏元文又跳出避了当闸后面路。这个时阵的苏元文无奈电轻钢跳上了第二站，不幸被了紫金睛所打。任你苏元文五盾机转，也无过突过这个难关啦啊！是啊，用着毒烟、毒弓、甲毒箭，应该是死咯。赶紧下令将这个紫金睛收起来吧。来人啊，收起紫金睛哦！苏元文。西河岸见百姓外人，我大破昆仑都大破庄林市、赵庆市，我的部下实在是小罪手头不计其数，我一定要给你万刀吹刮。小主的命真软啊，叫跳落楼来人啊！快快对杀啊！苏元文心路当中，你第一个真清楚，以北怪防卫直喷南方了。我看查某王继续速射，好。夺去明华的苏元文昏昏欲倒，伊脑中起了反角路。苏君主，你袂用你死，国家的重任尚未完成啊！真足啊！贤弟啊，贤弟你都要真足啊！你对南方岂有救星？你喷南方吗？
兄弟，机关的厉害，你唔通过去弄晓。你去找机关师，才会当破机关吗？是啊，苏君主，阮众人身属神在，会助你破敌敌间。苏君主，你都要保重你的玉体啊！永别咯，兄弟啊，永别咯！郭总书，范大哥，李大哥。海大哥，你的英灵显现，由我免事，我会尽做，我会努力来去找机关师啦。哼，将他带去中山见首领吗？遵命。请慢，史艳文真出名。哼，我来甲伊耍笑一下。来人啊，将水艳文甲带回南街。遵命。啊。哼，水艳文，听说你比老男子柳下辉较正气心，我就是红松里啦，有水无？我的歌声，我的武术，我的先天条件。袂输古早的西施呢，我相信你看到会教的才对啊！你用心甲我看，用心甲我听吧。暂时无明，茫茫的声落袂停，一点一滴正年龄。等已经也有两三点钟，犹原无看伊来面前。伤心陪伴钱红灯，艳文啊，你可得情，我是徘徊在青阳灯下的人嘛。哦，这哪有什么稀奇呢？君主无本，我一向对女人坦然无瑕，这无稀奇啊。如果我若是要爱你为丈夫呢？姑娘，你唔通细笑。天下女人，除了老宣姑我的未婚妻以外，都是好朋友。姑娘，你我不宜谈婚啊！你会知影，中原是礼仪之邦，你风采的动态，不但破坏礼节，有失中国妇女之风。望姑娘慎思慎思之。好，你若无答应婚事，一定离开世间，枉费你的青春啊！难道你唔惊死吗？不允婚即死，枉费你的青春，难道你唔惊死吗？有所作为，虽雕饰数字无限，无所事事，将百岁生亦多然呐！哼，铁打金刚，我佩服你。好，放困。自今以后，咱成为好朋友咯。多谢姑娘的不杀。苏艳文啊，如果你若想着破木养老，甲如意金刚塔者，你就要去请技师平陵。哦，技师平陵住在何方呢？住在两江好分区。我你讲，这把药行你带在身上，三餐三福，毒气会渐渐消散。多谢红松里姑娘，暂别咯。施君主名副其实，助他不亏我心啦。唉，这个所在袂大哩，赶紧离开则安全。来啊，速速离开南街。好，遵命。
平陵听教，有人要来请你破机管教，击杀不论，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前面可是平先生吗？我家苏彦文有礼。苏彦文，你来得好快！平陵发大气功，特别杀苏彦文。苏彦文看平陵半身不遂，不禁下手。15教啊，你咪巧呀！总有人这边来啊，我呢规个裤底拢澹澹。怪老师，赶紧说出我要杀苏彦文的原因吧。你若讲得对，我永远尊敬你；讲了无对，你就变成脆皮。一江花。老船哥，老船哥为何先到分酒的红事苏彦文的老母呢？老三甲两起路尾到，因两人家己非常奇怪，这个是不是真的老船哥呢？怪老师，我多对付总教人马，请看精彩熟悉新分酒大如侠。